台南林家是一个人口老化真严重，也是台南人口上少的一个区。本地这是台湾唯一一个无超商的乡镇。最近，这个林家区公所要找超商来这开店，希望会当让在地居民更较方便。今日去超商买物件的人来来去去，打营业额附近老大人甲游客袂少。中间总算是出现第一间连锁超商，原本这块地是咧做公有市场用的，不过这人口敢若剩3489个人，社会人比例悬，地属市啊变甲稀微。落尾公所才媒合超商进驻，设点伫咧中间上老街的街区，在地民众拢赞声欢好这项新建设。无论是迄落要寄快递啦，还是讲要买一寡日常用品啦，造成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较早若要食物件，才去关庙啊，买物件缴钱，都走到关庙去啊。即摆变啦。未来不管咱的消费者，不管咱游客来咱中亚区来遮佚佗也好，来遮观光也好有一个所在会当来购买。中亚区伫咧也未进驻超商进程，柑仔店对庄脚来讲是真重要的存在。除了卖济古早米，连价小嘛真实在。这摆超商入来，就惊冲击到柑仔店的生意。在地经营40档的柑仔店头家认为，加减会受影响。不过因特有的人情味是袂互人代替的。当然受影响啊，讲无影响拢是骗人的啊。但是阮这有阮的特色，就是讲，阮这有人情味，所以阮唔惊，阮对家己有信心，对家己加油啊！咱地查好啦，伊，阮有卖，伊无卖啦。即摆客户来伊会来看我这60年的老店。为着地方发展，公所除了媒合产业入来，甚至争取政府来遮办大型耕节、空山节，请真济游客来遮观光，因毋望带动经济发展，互少年人愿意回乡。记者的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